踢卡圖。Sam Altman 上法庭，佢話自己係誠實可信嘅人，你信唔信？Altman喺聯邦法庭上面作證，親口話我相信我係一個誠實同可信嘅生意人。呢句說話幾似係回應外界對佢同馬斯克嘅官司，話佢喺法庭上面強調自己可信，但同時又捲入官司。呢個場官司真係越嚟越精彩。Origin Lab 籌咗800萬美金，幫遊戲公司買數據俾 AI 公司。Origin Lab 想做一個市場，俾 AI 公司買高品質授權數據，而遊戲公司就可以賣數據，即係話遊戲公司嘅數據將來可能成為 AI 訓練嘅原料。數據買賣平台聽落好似好有商業價值，但數據版權問題都係好重要。Microsoft 竟然成為咗呢場官司嘅大贏家。可能我睇咗3個禮拜馬斯克告Altman嘅官司，但我已經好鍾意 Microsoft。Microsoft 喺呢場官司入面，似乎企喺比較安全嘅位置。Microsoft 喺度坐山觀虎鬥，結果反而令人好感度上升，呢個真係意外收穫。Overwatch 英雄殺入 Fortnite，Blizzard 自己都未必咁積極。Epic Games 可能為咗慶祝 Overwatch 10週年，仲過 Blizzard 自己。Fortnite 加入 Overwatch 英雄，呢個合作真係跨咗競爭對手。Epic 同 Blizzard 合作真係意想不到，遊戲圈嘅競爭同合作有時真係好微妙。Elon Musk 又可能違反清潔空氣法。XAI 據報加咗19部未經批准嘅甲烷氣體渦輪機，最新數據中心有可能違反環保規例。Musk 嘅環保紀錄真係令人擔心，數據中心同環保之間，佢似乎選擇咗前者。特朗普嗰部金色手機今個禮拜出貨，但係美國設計。佢哋本來話美國製造，但最後變咗以美國價值觀設計。呢個講法真係好有創意。美國價值觀設計呢個講法真係好有創意，但手機最終都係出咗貨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